来关心咱的总统选战，民进党的赖清德今仔日参加全国特务团体后援会成立大会，有提出3大目标，要来提升农产品的安全甲产值等等。民众党的郭文德今仔日嘛落南讲，伊过去敢若顾台北，未来伊就要照顾全台湾。那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今仔日出发去美国访问，外界认为这是和明仔载要出去访问日本的国民党的好友谊在拼场。 看口号展现气势，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39假期参加全国特务团体后援会成立大会，提出幸福农业3大目标，要提升农产品安全和产值，推动全农产业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。每一项特务对台湾来讲拢足重要，未来我拢会非常重视各位产品安全、农民赚钱。 来提高农民的收入。积极争取选票，民众党郭文泰落南彰化参加庇护工厂联合总会市集开幕，讲到庇护工厂在不平衡资源分配甲相关发展者问题。伊表示，过去伊家能照顾台北，未来伊当选总统要照顾全台。因为我当时是当台北市长，所以只能顾好台北。你知道，我当总统就顾好全台湾。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自到彰化宝岛电安宫拜拜，郭天过工也在议场谢典林陪伴之下，到电安宫拜拜，两人卡庙被开。郭台铭34去南投参加全国夜社红绕境活动，佮有个要去美国访问，将台湾的主流名气带去美国，甲比起日本访问的好友谊，拼场意味真高。我今仔下晡都要去美国，美国人讲，阮爱和平，莫战争哦。 10天以后我会转来哦，我伫机场有记者会，大家报告。期间会拜访日本国会议员、侨界人士，也会接受当地媒体的采访。期间的所有行程，我们都会尊重双方的共识以及安排。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31日访问日本，风声要甲前日本首相麻生太郎见面。根据了解，除了重申代志友好以外，也要对外国媒体关注两岸议题，各讲伊的立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